約翰福音5:24節咁樣講，耶穌講這個啲，實際係咪人聽我嘅話，甲相信天父派我嚟到世間，設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那咪人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上帝，係一個救主，你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佢哋接下嚟講，佢都唔會得到處罰。因為到咩呢？因為到上帝調節家從暗裡撒變光裡撒，暗中裡撒睇準上帝呢片撒，上帝裡撒都光嘅路線。嗱，係咪人要謙卑嘅心去相信耶穌基督就係天父派下嚟贖世間人類，在罪惡法度嘅方面，即刻得到永遠嘅生命，即刻唔係聽人定處罰。因為到要罪嘅人都定處罰，即刻人類要罪，即刻要繼承自己嘅罪。透過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，3日然後復活，即刻嘅罪就本佢赦免hết，本佢贖hết，佢還十架，佢開自己嘅罪，佢擔自己嘅罪，即刻得勝利嘅人，即刻得勝嘅人，透過耶穌基督，阿門。